中華基督教會馮良傑紀念中學致力於提供多元化課程，特別強調語言能力嘅發展，推動兩文三語嘅能力提升。學校提供豐富嘅課外活動同課程，通過全人教育嘅理念，全面發掘學生嘅潛能，為學生未來生涯規劃做準備。今年老師再次帶領學生參加全港學界狀元爭霸戰2024，表現出色，同學一共取得3銀11銅嘅佳績。學校同老師亦分別獲得傑出教育大獎以及傑出導師大獎。而家就有請黃慧珊校長分享下培育學生潛能嘅教育理念啊！大家好，我係中華基督教會馮良傑紀念中學黃慧珊校長。我係朱文善副校長。本校創立於1987年，辦學團體為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。我哋嘅辦學目的係透過學校傳道服務，藉住基督教信仰建立價值觀同埋服務精神，以結合侍奉上帝、見證主道、服侍人群、造福社會、貢獻國家嘅信念去履行教育嘅神聖任務。又以基督教訓有教無類嘅教學原則，提供多元化嘅教育服務，令到唔同學習程度嘅年青人都可以享有平等嘅機會，接受優質嘅教育，培養學生成為自主、自學、自律、榮神益人嘅人。我哋會安排唔同級別嘅精英拔尖課程，我哋都悉心設計咗一啲 STEAM 嘅教育課程，以資優教育3層發展架構推行校本 STEAM 教育。課程內容糅合咗綜合科學、基本科技、資訊科技、視覺藝術、音樂同埋數學等等嘅科目元素，例如同香港大學合作，以守望相助為主題，製作愛心暖包，並且贈送俾社區有需要嘅人士。亦都同社福機構合作，讓到我哋嘅學生接觸視障人士，了解佢哋嘅需要，度身為視障人士設計智能垃圾桶。我哋亦都設有特色嘅課程，包括 APL 嘅時裝形象設計課程。呢個課程讓到我哋嘅學生掌握最新嘅時裝形象設計知識。第二，我哋都有視覺藝術科，定期舉辦藝術週、美化校園計劃、各個藝術單位聯合嘅展覽、藝術家駐校等等，致力推動學生參與校內校外嘅比賽。第三科，我哋亦都有設計與應用科技科，呢一科係結合創意同埋實踐嘅課程。學生將會學習到將創意轉化為具體嘅產品或者解決方案。我哋亦都精心策劃同埋統籌多元化嘅活動，提供豐富嘅課後活動。學生積極參加藝術、音樂、體育等等嘅活動，提升自信心同埋溝通能力。此外，學社活動同埋全方位學習日等等嘅活動，讓學生喺比賽同埋實地考察當中學習，增強對學校嘅歸屬感，拓展國際視野，培養佢哋嘅社會責任感。我哋透過舉辦多項嘅義工服務，讓同學喺參與當中學習非以役人，乃役於人嘅服侍精神。喺提升學校設施方面，所有嘅班房已經換上互動嘅電子白板，重新裝修 STEAM 同埋 Physics Lab， 增添足夠嘅 iPad 同埋教學軟件。大家好，我係3B 班嘅許卓琪。咁呢度都要感謝學校締造咗一個舒適嘅學習環境俾我哋，更加鼓勵我哋均衡發展。學校開放咗圖書館自修室服務，一眾老師為我哋課後補課。學習係需要訂立自己嘅要求同埋正向發展，係唔可以隨波逐流嘅。咁自主學習都係我哋成功嘅關鍵之一。正所謂君子之學貴慎始。當日常我哋喺建立寫作習慣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善用網上嘅資源，於生活與學習，唔單止為考試而考試，咁樣先至可以令自己嘅學習生活更加開心同埋舒適。大家好，我係 3B 班張日希。我認為建立個人嘅閱讀習慣係重要嘅一環，而學校亦有安排中文科嘅精英培訓班俾我學習進階知識。無疑呢次比賽對我嚟講都係一次非常寶貴嘅經歷。呢個過程雖然充滿咗挑戰，但都令我更加深入嘅了解咗呢啲核心學科，迎難而上，可以話係受益匪淺。當我得知自己得獎嘅消息時，我都感到非常嘅激動。呢個獎項唔單係對我過去努力嘅肯定，
更係對我學習嘅突破、日後成長嘅一種激勵。同時都感謝家人、老師同朋友喺背後嘅支持同鼓勵。大家好，我係5C班嘅陳建雄。咁我喺學習上面咧，我係比較中意數學科啦，以及有關數學嘅活動嘅。參加比賽嗰陣時候，我十分之興奮，因為可以同台嘅每一位數學精英同學啦，同台去切磋嘅。多謝我哋嘅學校啦，同埋我嘅老師同同學。如果冇佢哋嘅支持同埋佢哋嘅栽培，難以令我喺呢一次嘅比賽上面得到如此嘅佳績。我係5B 班伍林勉，我好中意參與唔同嘅活動同比賽。我最中意嘅係學校嘅奧數班，雖然奧數題好難，好有挑戰性，但係我都好享受呢個思考分析嘅過程。我要感謝老師對我嘅教導，我都要感謝學校對我嘅栽培，讓我可以提升自己，增強自信。我都可以在比賽中獲獎，好有滿足感。我係5B班余林雲，我中意參加唔同嘅數學活動同埋比賽，都參加咗校內嘅中華文化周有關數學嘅活動。喺活動之中，學識利用數學去解決日常生活中嘅難題。我哋可以透過呢啲遊戲去鍛鍊翻自己嘅邏輯思維。呢啲活動都令我更加中意數學，我都要感謝父母嘅悉心照顧同埋老師嘅鼓勵同埋栽培，係佢哋教識我唔好害怕失敗。剛才同學正講出咗數學科嘅政策，就係普及化同埋精英化。首先，普及提升全校同學對數學嘅興趣，透過每月安排嘅數學活動，令佢哋明白到數學唔係淨係着重運算同埋操練試題，亦都可以好生活化同埋有趣味。此外，精英化就係為數學尖子提供更多嘅學習機會，栽培佢哋同埋帶領佢哋參與數學比賽，擴闊佢哋嘅視野。數學作為一個重要嘅共通能力，學校積極裝備學生成為21世紀科學同埋科技發展迅速嘅社會之中不可或缺嘅創科人才。大家好，我係馮老師，我喺學校負責 STEAM Club。當我負責 STEAM Club 嗰陣時候，同埋教學嗰陣時候，都留意到同學咧好多時都係對自己嘅信心咧係需要有所提升啦。咁好多時佢哋未發掘到自己嘅強項啊、優勢啊，又或者係佢哋自己嘅潛能咧，之前佢已經係推咗一啲嘅挑戰或者係新嘅項目，咁所以有啲可惜㗎。咁所以我就好多時喺帶 STEAM Club 嗰陣時，我就會揾下邊個同學對科研係有興趣啊，跟住再推嗰1-2個同學，揾一啲同伴，好相熟嘅同伴去組成一啲我哋叫高默契嘅一啲團隊，然後跟住再揾啲適切嘅比賽俾佢哋，咁效果唔錯。咁相對地，我都將呢一套咧係擺入佢哋嘅學習嗰度，係為同學咧建立一個嘅同級同學嘅學習圈，咁佢哋咧就可以互相砥礪、互相鼓勵。咁另外我哋再加入一啲家長嘅元素，讓家長知識支持成個嘅架構，咁我哋就變咗有家校合作，讓同學能夠喺入邊浸入其中。另外頭先都見到好多同學得到唔同嘅獎項，同埋欣賞同學嘅努力，都係我哋老師同埋家長嘅恩惠。咁多謝大家。